国际消息来关心俄乌战争。顶礼拜五才谈判结束，昨罗西亚是搁再派出273架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是俄乌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和无人机攻击了后，建筑物都火烧起来，清除火光。消防员继续钻水拍火。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18透早出动273架伊朗制的无人机发动攻击，创下双方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纪录。几乎有名的处攻击着，造成1位妇女不幸死亡，也有3个人受伤送医。Там всі прижалися і все, пролунав вибух. Подивилися, що будинку немає. І вирішили піти в укриття. 俄乌顶礼拜五才拄啊举行会谈，同意方案签名政府佮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也毋过双方犹原继续以无人机发动攻击。罗西亚国防部也表示，防空部队伫18番点到透早期间，伫2个边境州顶面拍落25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代理州长也佮指出，有1位妇女死伫无人机攻击。罗西亚总统普廷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除了呼吁长期佮继续的和平，同时也对西方国家发出警告。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 средств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вести начатое в 2022 году до логическ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с нужным для Росси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18也警告，罗西亚拍算发射洲际弹道飞弹，以恐吓乌克兰甲西方国家。也毋过，俄国无对此发表评论。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有计19会甲普廷通会，参详俄乌停火协议。川普也表示，通会了后会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北约盟国领袖通会。也毋过，德国总理梅尔兹希望伫川普谈话之前，协同英国、法国、波兰领袖先甲川普对谈。 Und mein fester Eindruck ist, dass sowohl die Europäer als auch die Amerikaner fest entschlossen sind, zusammen, aber auch jetzt zielorientiert dafür zu sorgen, dass dieser schreckliche Krieg bald aufhört. Et donc je vous le dis, face au cynisme du président Poutine, je crois que je suis sûr même que le président Trump, soucieux de la crédibilité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va réagir. 泽伦斯基18伫反对讲参加教宗24世就职典礼期间。 会见美国副总统范斯甲国务卿卢比欧，这是2个人今年机会伫北京因为俄乌冲突完结了后头一摆会面。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